Hello， 大家好，我係隊長 Bill， 身處喺河背水塘，好靚嘅景色啊！依家係大概5點零鐘到啦，陽光開始好柔和，非常之靚嘅景色。啱啱早2日仲落嗰幾場大雨，依家啲水位係非常之高漲，亦都因為水位好高漲嘅關係咧，呢個水塘又變咗一個熱門嘅話題。水寶 4D 關節奶粉全新推出全素配方，就算你食素嘅人士關節有問題，一樣啱飲。22年品牌，銷量突破250萬罐，澳洲製造，7種守護關節成分，膝頭好，上山落山你先做得到啊！去片之前介紹活動俾大家，1年之約香港8燈，因為由報名活動期去到聯歡活動，一個足足橫跨1年嘅行山活動，嚟到今年已經進入第4屆啦。一個以香港100座山峰嚟做基礎嘅活動，喺活動期間登上100座山峰，無論你係想挑戰自己，定係想用8個月時間登上香港嘅山峰，欣賞香港嘅景色，都歡迎大家報名一齊參與。早鳥優惠報名期至8月31日，把握時間，盡早報名啦！咁啊，啱啱有啲行山嘅朋友喺呢個水壩下邊咧，就做咗一啲有啲危險性嘅動作，跟住就俾好多人去評論啦。咁啊，我今日點解專登走過嚟呢度又行一行呢一個嘅位置咧？嗱，唔係乘機抽水刷呢個流量。坦白講，原本呢個位置咧，大雨過後都諗住過嚟放飛機嘅啦。咁啊，只不過就係俾人搶先一步，有啲話題出現咗。當嗰條片出咗街之後咧，咁講翻嗰條咁熱辣辣嘅片啦。咁啊，嗰條片咧，我都有再去 share 咗出去。咁可能有啲朋友會覺得隊長你又喺度呃 view 啊咁樣成，唔緊要咧，每人有每人睇法。咁但係咧我就有個諗法嘅，因為之前有朋友提過我覺得佢講得啱嘅，就係咩咧？我作為一個拍行山片嘅人，都某程度上有一啲嘅人會追看我嘅片，都係一啲熱愛行山嘅人士。咁藉著我嘅 channel， 其實係可以提到一啲嘅朋友去注意啲安全嘅事宜嘅。咁我想帶出係咩嘢咧？就係唔係話我再將嗰張相或者再將條片去 share 一次，去差一啲流量，而係我希望咧令到大家引以為鑑，因為每一個人嗰個衡量安全嘅度數都有唔同。如果大家嘅度數一樣，就唔會有呢件事情發生。其實喺一啲排洪嘅時間做出呢個動作係非常非常之危險嘅。咁當然啦，我相信做嗰個動作嗰一班嘅朋友，佢哋應該係唔會意識到咁危險嘅。但係如果你有留意到，譬如可能你喺呢一個嘅長咀喺個岸邊，你會見到有啲紀念碑，個紀念碑就係紀念一個大浪就將啲人捲走咗。又或者你見到啲排洪嘅外國片，一衝嘅人就唔見咗。其實嗰日嘅洪水係可以做到呢一個嘅動作嘅。大雨過後去行下水塘，其實係講緊喺周邊嘅景色去欣賞，而唔係去落去啲排洪嘅水閘嗰度。就算我哋行山澗都好啦，我哋都會避開咗大雨過後嘅山澗，等佢平復咗之後咧，先至再去玩。即係我哋當然明白咧，大雨過後嗰個山澗係會好靚呢啲景色，但你唔排除佢上面可能上游有啲嘢塞住喺度，一衝落嚟嘅時候就一炸水咁湧落嚟，就可以好危險。咁所以千祈就唔好做呢啲咁嘅動作。而既然我已經係再 share 咗轉載咗一段片，同埋講咗我一啲嘅感受，點解我再行呢一條路線，再拍一段咁嘅片呢？一來我想上嚟放下飛機啦，咁靚嘅景色。二來就係咧，我都想再講多少少，就係其實依家咧打卡文化係非常之濃厚嘅。基本上你做每一樣嘢咧，其實你都會有一個打卡嘅因素喺前面。參唔參加比賽，多唔多影相位？去下一條路線有冇影相位打卡？可唔可以令到自己有一啲嘅曝光率係你可能參與嗰個活動嘅一個先決考慮條件？冇問題嘅，即係依家個風氣係咁樣咁。個世界變成咁就係咁樣。咁事實上，如果你影一張靚嘅相、開心嘅畫面去 share， 我覺得亦都係真心講無可厚非嘅。咁但係我哋要識分嗰個係咪一個，即係人哋睇見係咪真係會戥你覺得開心嘅畫面先。事實已經證明咗啦，你嗰條片一出咗街嘅時間，已經俾人鬧到飛起。其實係做緊啲危險嘅動作。其實咧點講啊？人係會不斷進步嘅，即係過往做緊一啲嘢，冇人覺得唔啱，但係當大家嘅意識強咗嘅時間，就會知道嗰樣嘢唔啱。而過往你可能覺得冇乜問題嘅嘢，去到今時今日，大家嗰個文化水平提升咗嘅時間，知道唔啱就唔應該繼續去做。就以一啲喺危險位置影相打卡嘅相片或者短片嚟計啦，過往可能個迴響真心講冇咁大嘅，甚至乎有啲會拍手掌添。但係當大家發覺到，咦，原來啲掌聲係
係冇咗喎，同埋係會俾人話你嘅時間，你開始意識得到。唔好講你自己安唔安全先，就算你講緊你嗰種你想做嗰樣嘢嘅效果，其實已經係冇咗。咁點解仲要咁樣去做呢？以身犯險喎，仲要係有危險嘅喎，係一鬆手樂極忘形就成個人衝咗去嘅咯喎。咁係咪值得呢？即係我成日覺得就係影相打卡係可以有好多方法影得好靚嘅。即係如果你冇呢方面嘅諗法，其實你只要你喺 IG 片啊、小紅書啊、TikTok 啊，你去 search 一啲 post 嘅片咧，已經好多位教你點樣影一張靚嘅相，而又會贏到掌聲。嗰啲係唔需要走去啲好危險嘅位置去到做。你啲危險嘅位置係唔會賺到一盤掌聲，只會賺到好大嘅迴響，就好似依家咁樣。而當然啦，你可能自己上載一條影片或者係一張相，已經可能會俾人鬧，甚至好似而家現實嘅情況咁樣，你俾人拍咗出嚟之後，咁個迴響好大，甚至可能會俾人拉。當然會好多留言係去話你不是啦。有啲可能行山友，有啲可能花生友。咁但 anyway， 一定會有啲 comment 就話抵你死啦！有事唔好揾消防，唔好揾救護。其實我對呢一個嘅講法一直係有啲保留嘅，即係亦都借住呢個機會分享少少感受啦。即係我希望就話睇片嘅觀眾，即係我相信睇我片嘅觀眾都係中意行山或者一啲戶外活動人。我希望將我呢個正確嘅信息，即係我認為正確嘅信息，去 share 俾大家。希望大家有陣時去做一啲嘅 comment 嘅時間可以持平些少。講句老實，如果你係玩嗰個正常嘅活動，無論係玩三項鐵人，無論係你係登山、踩單車，只要你係做足準備去玩嗰樣嘢，呢啲情況出咗意外 call 救援，其實係天經地義嘅。有陣時我會睇見一啲留言話啊，你嘅即係走去玩咩咁危險嘅運動啊，累到消防、累到救護。咁其實坦白講，即係話佢呢句説話，有啲人未必中意聽。其實呢啲係佢哋嘅天職。我相信我身邊都有啲救護員嘅朋友，或者佢家人係做救護員，佢有陣時都會抱怨啊，尤其是守一啲近山啲嘅地方嘅朋友，我唔知佢知唔知我咪講緊佢啊？即係佢哋都會私下有抱怨，即係話哎呀，哇，好多呢啲嘅工作，有陣時可能係主力嘅工作，但係佢哋唔會鬧嘅，即係因為佢知道呢樣係佢哋要做嘅嘢，咁佢守個區多啲就係咁樣嘅啦。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你係以身犯險做一啲唔應該發生嘅嘢，而又發生意外，其實難聽啲講，有人話你抵死，都真係無可厚非嘅。咁何必要將自己擺喺一個咁唔好嘅位置上邊呢？玩啫嘛，求開心啫嘛。靚風景唔一定要接觸嘅，即係你見到街度好多靚女，你都唔係想一定要擁有佢，你都冇可能擁有佢，亦擁有唔晒。即係你唔需要每一個位你都要走埋去摸下去鬥下去，係唔需要咁樣。即係你遠觀欣賞就係 OK 嘅啦。即係好似呢個咁靚嘅位置，其實我覺得最靚嘅做法就好似頭先咁放架飛機去睇，再唔係喺度慢慢行感受下已經 OK 嘅。即係你落去水壩嗰啲位置，其實係冇咁嘅需要，真係冇咁嘅需要。而去到最後呢，亦都少少分享啦。身邊其實睇我片嘅觀眾又好啦，或者玩我活動嘅朋友都，其實真係好有心嘅。即係啱啱之前我收到個 message， 有個朋友提我，佢話因為我放咗段轉載嘅片啦。咁有朋友同我講話，隊長佢呢幾個朋友可能有玩白燈嘅活動㗎。咁提一提我諗言下之意係即係叫我都係即係支持我活動嘅人啦，即係可能想我講少兩句啦。我唔知係咪咁樣，但係我嘅睇法有啲唔同。即係如果你係玩緊我活動嘅朋友，或者有參與啦，我唔知嗰個投入度有幾高啦。我都希望都算係一個支持者啦。希望可以聽到我少少嘅感受，或者係其他身邊有玩緊我活動嘅朋友都好，或者有時去到有啲嘅位置想去做少少難度度，都慎重考慮一下。坦白講，我都唔係將自己嘅道德底線放得好高嘅人，有時去到一啲嘅位置，即係過往我都想會唔會擒上都影咗相靚啲。我可以話俾你知，我都有咁嘅想法嘅，曾幾何時。但係當你慢慢接觸到多咗個大自然，你會發覺唔係每一樣嘢做得到，同埋每一樣做嘅時間可能會有意外發生，值唔值嘅時間，你就會好多嘢你都覺得望一望咪得咯，睇一睇咪得咯，就 OK 嘅啦。
冇需要真係每一樣嘢都要去接觸佢，摸去睇到佢。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概念啫嘛。我哋行山去玩都係求開心，唔需要將自己擺喺一個好危險嘅位置，咁係冇需要嘅。OK， 即係有陣時你可能行嗰條路有少少危險位，但係你必定要過去嘅，咁冇得講。即係可能你如果唔過去，要兜好大圈，即係你當我個度數係鬆啲啦，我覺得咁人之常情。但係走落呢啲位度去摸一摸啲水，完全係冇任何一個嘅必要性嘅，咁就千祈唔好做呢啲咁危險嘅動作啦。好啦，講完我想講嘅嘢，又放完我想放嗰轉飛機之後，咁當然要講下我點嚟身處嘅位置啦。今日呢，我就搭小巴上嚟嘅，落翻去小巴站睇下我嚟嘅過程係點樣。今次我入嚟呢個河背村呢，就選擇咗搭小巴入嚟，因為71號嘅小巴喺元朗大榮華酒樓側邊上車。車程咧耐咯，係你估都估唔到嘅。我記得我之前嚟過拍過幾條片咧，其實我都係選擇行入嚟嘅，因為係快好多。我提過咧，呢架車係唔好搭嘅。啱啱親身去試驗一次俾大家睇啦，係用咗接近40分鐘嘅時間入嚟，8個7嘅車程係好抵搭啊！40分鐘嚟到呢個位置，左兜右兜派好多村路啦。嚟到呢度，如果係醒目嘅話咧，喺呢一個嘅大欖交匯處行落嚟方便。一陣走嘅時間咧，我喺嗰度走嘅。咁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攞車之後咧，就沿住車尾方向行斜路上個水塘。一段時間冇嚟，啲路況又唔同晒啦。呢個公廁終於起好咗啦。沿住呢條村路入去啦，呢度小心啲，你有車出入㗎。哇，好明顯有個車落緊嚟。上一段斜路之後，去水塘嘅方向左手邊，迎住呢個位，迎住呢一排。上咗條斜路已經聽到啲流水聲啦，聽唔聽到啊？望見前面有路牌，呢條斜路行晒㗎啦。喺左手邊有個閘口位置，可以喺度裝下啲流水澎湃嘅情況。見唔見到啊？喺嗰條曲線型嘅瀑布排洪之後，就會一直流嚟呢個位置，直隊落去㗎，危險㗎。嚟到呢個位置，如果去雷公田，喺又寫啦。去雷公田嘅話就直去6公里到啦，而河背水塘就喺呢個營地後邊上，呢度就好出名河背營地。我想嚟呢度露營好耐㗎啦，得個想字啊嚇，曬唔緊要，最緊要唔好落雨。夏天我都今日夏天要做一次嘅 ，OK， 因為車道度啊嘛，可以好方便咁樣咧拉好充裕嘅物資上嚟呢個位置度 camp。望見呢個青協賽馬會有機農莊，距離水塘只係剩翻300幾米距離嘅路段。上埋去啦，行咗1 K 咁滯噶啦。農莊之後做個閘口，之後你知道普通車入唔到嚟嘅，要攞 permit。與此同時咧，呢一度咧係有越野單車出現嘅，因為上面有幾條越野單車徑。進入呢個位置嘅時間小心啲，有陣時你小心佢唔小心咧，咁就會容易出事噶啦。大家都唔小心出事嘅機會咧就更加增加。又一架啦。一路上嘅時間喺路邊見到碌3個網測站，我哋已經去到我哋嘅最高位置啦。今日即係呢一段嘅最高位置，我哋行嘅河背水塘喺我哋嘅左手邊一條 S 型嘅水壩。唉，好耐冇嚟啦，天公造美啊！朝頭早個天色咧熱啊熱㗎啦，亦都冇落雨，但係個天色唔靚。嚟到下晝咧，終於有個藍天嘅畫面出現啦。仲好清添，遠處仲可以望見大帽山嗰個波波。而呢一刻嘅水位咧，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即係而家講緊係可能我企呢個位同下邊個水平面4尺度嘅距離，已經到咗水面。琴日好天一日，今日啲流水就冇咁澎湃啦。而之前有幾位朋友一個唔覺意入咗下邊個水閘位置，就係前面嗰個位啦。喺嗰個位，依家咁望落去啲水又冇乜嘢，係咪？大水嘅時間就完全兩回事。你睇到嗰條片已經知嘅，一衝落去嘅話咧，可以落翻下游嘅位置咧，可以後果非常之嚴重。望翻另一邊啦，水塘嘅中央位置有個小島，望住個小島就會見到啲水咧，水位係幾咁高嘅。好啦，放轉飛機打個 run， 有一條靚嘅 S 型水壩先啦。
頭先放架飛機嘅時候已經見到下邊有嚿嘢㗎啦，估計係 CCTV 啦。行近啲睇，的而且確係 CCTV。咁呢度咧亦都有一個嘅水務署嘅水馬啦，block住咗。講句老實，去到最終其實都係靠市民自己自律。如果唔係嘅，根本冇得捉。好啦，嚟到呢一個嘅河貝水塘嘉樂徑，兜個 round 啦。呢一條嘉樂徑咧，輕鬆郊遊嘅啦。當中側邊有好多路可以上翻去呢一個鱷魚朝天嘅位置。咁當然唔上去啦，依家時間都應該接近6點鐘嘅啦。兜個 round 啦，睇完水塘冇可能就咁走噶嘛。入到嚟你會見到呢一個嘅指示牌話俾你知，呢個圈2公里。嘉樂徑就冇乜所謂嘅，2公里好快行完㗎啦，都係一個平緩嘅路段，跨住水塘走。而我呢家選擇慢慢跑下，當係一個練習。嚟到呢條橋嘅位置咧，係呢個河貝水塘最尖端嘅位置，亦都係即係喺山澗上面流落嚟嘅位置。呢度望上去就鱷魚朝天嗰邊嘅山。行住呢條嘉樂徑，講多少少水塘嘅背景啊。呢個河貝水塘咧，其實係灌溉水塘嚟嘅，即係唔係要嚟食用嘅，亦都唔係好耐歷史，應該係好似60年代咁上下啦。咁嗰時因為要起呢個大欖涌水塘，即係千島湖嗰個，咁因為 block 咗呢度好多附近嘅村落，種植嘅水源俾佢 cut 斷咗，咁呢度所以衍生咗咧好幾個嘅灌溉水塘，呢個啦，嗰個上清潭啦、下清潭啦，咁都係火呢頭附近嘅農民咧去呢個栽種之用。咁依家時至今日唔知仲有幾多農民啊？咁啲水唔知有幾多用途啦。OK，anyway，所以如果從呢個嘅叫做食用污染嘅角度咧，哇！呢度條路係落翻去水塘，平時都冇為意，帶唔落去啦。OK， 純粹講下啫。所以如果你從衞生嘅角度，坦白講，就算食用嘅水都會去過濾過先至去飲用嘅。咁只要你唔係有啲化學物質嘅，其實問題唔太大。重點係嗰個安全嗰個角度係最緊要，即係 case by case， 即係講呢個 case。有一條嘅石橋，呢條咧算係初級郊遊路線嚟㗎啦，即係包括連埋喺小巴站行上去呢一個嘅水塘位置，秒鐘幾百萬上落啊！講到一半有電話響，講笑啫。OK， 即係呢條咧頭先講到一半係輕鬆郊遊路線啦。即係尤其是夏天，我覺得係適合行呢啲路線嘅，即係水塘影下水塘景色，咁啊跟住行下啲輕鬆簡單有樹咁嘅路段。係偶爾唔好彩就地下會有一啲嘅水凼，你要小心避過去。哎呀，我呢對鞋咧已經近來身經百戰啊！近來都係主力着呢對鞋為主，基本上有陣時乾唔切啦。甚至乎我亦都冇時間去洗佢，所以已經係成架車咧積滿晒呢一個泥漿，張住晒對鞋，非常之醜怪。不過呢種醜怪係有啲經歷嘅，即係好似男人唔剃鬚咁嘅 feel。嚟到呢段，我覺得最值得行嘅路段，竹林隧道。竹林好多地方都有，但係有啲地方係要花啲腳骨力，花啲時間先去到。呢個就非常之親民啦。水塘後邊行入嚟就 OK。幾靚係咪？又環過一段流水山澗嘅位置啦。大水嘅時間景色的確係靚好多嘅，所以千祈唔好淨係諗住睇完嗰個 S 型嘅水壩就走，尤其是落雨過後入埋嚟啊！呢個 round 值得打個圈嘅。喂，呢張石凳石台夠晒份量啊！呢條嘅嘉樂徑嘅特色係會經過好多嘅橋，因為啲流水喺山上面流落嘅時間，我哋要過去就有橋先過得到，所以會有幾條橋我哋要橫過去嘅。過埋頭先嗰條橋，應該差唔多出翻去啱啱水塘邊個位置兜咗個圈啦。就嚟離開水塘嘅時間，望多次呢個角度睇嘅河貝水塘啦，中間個島仔見唔見到啊？我哋而家喺另一邊個角度，後邊望見嘅。Hello， 你好，大帽山。出去啦，走啦。時間依家已經係，原來未夠6點喎，依家先係5點48分。2公里嘅圈差不多兜完啦。頭先有提過，即係話水塘嘅水係
經過處理啦。補充多少少啊，即係有陣時我哋頭先有提過，即係話俾 comment 嗰個態度。即係當然啦，我哋一個熱愛大自然嘅人，見到人破壞大自然，一定會唔開心，甚至會想鬧佢。但我哋要分清楚嗰個嘅情況，嗰個影響性。即係譬如我成日喺片裏邊有提過，喂，好熱嘅時間，環嗰啲山間濕下手腳，令自己降下溫，親近大自然。即係我好多時都會咁描述。咁有啲朋友有陣時會講，即係掂下啲水都係唔得。即係其實藉住啱啱呢個相關嘅話題，我講多少少啊。即係其實正如頭先所講，啲水落到去呢一個嘅集水區，都會經過處理先至俾大家飲用。如果係火飲用嘅話 ，OK。咁即係話咧，其實係會經過處理。咁如果你純粹一啲汗水啊，或者係一啲可以處理嘅污染物啦，只係咁講，其實個影響性係好低嘅。咁我哋行山都想接觸個大自然啫，咁又行到熱喺個河流山間度抹下手腳、濕下塊面咁樣成，其實係一個好舒服嘅感覺嚟。我哋點解要令到嗰件事咁抗拒呢？咁當然，即係我唔係話絕對啱。即係如果你搽晒蚊怕水、防曬，咁甚至乎攞個杯攞碟落去用番梘洗潔精洗，咁梗係唔得啦。啲化學物係冇辦法處理得到嘅。即係就算經過稀釋好點都好，即係我咁諗啊，你污染咗佢都未必一定可以發現得到，因為個池咁大，你啲污染水咁少。咁但係我哋係唔應該做呢樣嘢噶嘛。咁即係我哋要分清楚嗰件事究竟個情況係點，而先至作出判斷咯。即係如果唔係嘅，有一日可能你行過一個山間，見到有個 family 喺度抹手腳，你去話佢嘅時間，咁可能仲變咗啲吹毛求疵，造成一啲不必要嘅衝突，咁就無謂啦，係咪？好，出翻嚟啦，最後一段嘅水塘邊路段。見到呢個郊遊徑嘅涼亭，再望清咗少少，連個牌坊出現埋嘅時間，頭先我哋入嚟嘅時候嘅迴旋處已經到咗啦。即係話俾你知，呢2公里嘅河背水塘嘉樂徑行完啦。高 CP 值嘅嘉樂徑嚟嘅，離開河背水塘，千祈唔好漏咗去。嗱，呢度有山徑可以繼續上山嘅，可以去翻呢一個嘅大帽山方向，或者係鱷魚朝天方向。當然啦，右手邊都有啲小路落翻去水塘邊位置啦。而我哋今日就結束我哋呢一個河背水塘嘅行程啦。我哋會沿路落翻去河背村，雖然話條片完啫，但係仲有個重點嘅，就係點樣出翻去呢一個嘅大欖隧道嘅轉車處。我記得我唔知第一條片、第二條片行河背水塘嘅時候，已經係行嗰個位置，唔知落定上，唔記得咗啦。如果你知嘅，咁可以拜拜㗎啦。如果唔知嘅話，可以睇多少少，去到嗰個位置點樣上翻去。我話俾你知，喺嗰度落嚟咧係絕對高 CP 值嘅，即係撇除咗你搭的士唔好計啊。頭先小巴真係咧，元朗過嚟要40分鐘喎，你係咪人都癲啊？即係如果心急人上車嘅話咧，就真係急死咗㗎啦。OK， 我好在我輕鬆交遊冇乜所謂嘅，時間充裕。落到嚟營地嘅位置，我哋行過右手邊啦，睇一睇呢一個嘅水閘下游嘅位置啦。依家已經聽見流水聲非常之澎湃。落翻嚟營地嘅位置，我哋轉右手邊啦，行前少少咧，會見到水閘下游嘅位置。呢個位咧，如果喺呢個嘅水閘衝落嚟咧，就會嚟到呢個位置噶啦。好啦，最後一個景點都行埋啦。我哋而家沿路落翻去河背村。好啦，落翻嚟小巴站嘅位置。如果你係出去元朗嘅，而又唔趕時間嘅，咁咪搭小巴咯。如果係出市區嘅，強烈不建議出元朗再轉車。跟我走，帶你去隧道口，一路沿住入村嘅主要通道原路出翻去，一直行見到呢個 AD0779嘅燈柱。之後有個分叉路口，我哋喺呢個位置轉左手邊，可以參考呢個飛龍世紀嘅路牌啊！呢度有個 T 字嘅路口位，喺度左轉上去，直隊上去就係呢一個嘅大欖隧道轉車站。由小巴站計起，慢慢行到呢個位置呢，我係用咗7分鐘嘅時間。見到有車出入，請勿阻塞嘅位置，望上去已經見到有車經過。沿咗條斜路上返就係㗎啦。見到有好多單車啊！識玩嘅村民就泊架單車喺度，呢啲應該係河背村村民單車泊車處。出翻去就係巴士站啦，你想去邊度都得。一條初級郊遊路線，
今日主要都係想放下飛機，同埋講些少肺腑之言。好啦，出返嚟之後望見出邊嘅就係轉車站，慢慢過對面馬路，小心橫過，結束今日行程。下條片再見，拜拜。